第六課，誰會飛？誰會飛？鳥會飛。鳥兒怎樣飛？撲撲翅膀高高飛。誰會游？魚會游。魚兒怎樣游？搖搖尾巴點點頭。誰會爬？蟲會爬。蟲兒怎樣爬？一步一步慢慢爬。第六課，誰會飛？誰會飛？鳥會飛。鳥兒怎樣飛？撲撲翅膀高高飛。誰會游？魚會游。魚兒怎樣游？搖搖尾巴點點頭。誰會爬？蟲會爬。蟲兒怎樣爬？一步一步慢慢爬。